去撐落去。呢個唔單止係個人嘅職業嘅問題，呢個唔單止係呢個大班有冇得即係發圍嘅問題，而係一個公眾嘅利益，係我哋核心價值維繫嘅地方。嗱，其實我哋睇翻數碼電台入邊，能夠便俾到啲乜嘢我哋咧？咁其實我哋將個時鐘校翻2004年嘅時候，其實就係阿大班同埋阿毓民俾到啲乜嘢我哋。第一樣嘢就係話俾我聽，告知我哋一啲嘅真相，一啲嘅事實。而家嘅數碼電台，除咗喺政治上邊咧，基本上冇禁區嘅，甚至喺個經濟上邊喺炒股方面，大家聽過 Q 仔嘅炒股政治經濟學都明白，係完全係冇禁區嘅，可以講都盡量去提醒大家，完全係從翻一個公眾嘅利益嘅角度去講嘅。所以真相就係力量，但係掩沒呢種真相就係一種嘅反動嘅力量係正在抬頭。第二樣嘢就係俾壓力政府，由呢個梁振英僭建到陳茂波僭建，到而家各種各樣嘅問題，到呢個國民教育，我哋睇到而家所表現出嚟嘅傳媒根本係冇腰骨嘅，主流嘅傳媒。我哋日睇到 TVB 係請呢個今日就講呢個 CY 又上去講啊，早幾日張炳良上去講啊。今日香港電台講啊，基本上就係變咗就係一啲達官貴人嘅一個傳聲筒，以至到香港電台或者係商業電台咩正經星期六完全都唔正經嘅本嚟，完全由嗰啲嘅達官貴人去單方面去講，冇任何嘅挑戰，冇任何嘅質疑啊，所以變咗俾唔到壓力佢啊。第三方面就係話佢能唔能夠企出嚟咧咁？而家主流傳媒遇到一啲市民水深火熱嘅問題，佢唔能夠企出嚟嘅。譬如話我睇2003年、2004年，大班同毓民所俾到我哋嘅印象就話，唔單止係一種俾一啲嘅忠言，俾翻一啲嘅真相去睇，俾一啲壓力政府，同埋可以企出嚟嘅，係俾咗一啲嘅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嘅一部分，作為香港最欠缺嘅一種嘅良心嘅力量咧，係企出嚟嘅，係奮身嘅。嗱，呢啲其實可能我都覺得用傳統嘅傳媒嘅角度去睇，係超越咗嗰種嘅原來嘅界線。但係我睇我哋而家獨特嘅歷史嘅空間，呢啲正正係我哋需要嘅，係要突破一種傳統傳媒嗰種嘅角色嘅局限。嗱，呢就係呢一個時候，呢個數碼廣播能夠俾到香港人嘅一種嘅力量。呢往往係就算係一啲傳統嘅政黨都俾唔到我哋嘅，係嘛？佢有選舉，有佢自己嘅關心喺度，係嘛？暫時對呢啲嘅問題都好難100%咧係全力以赴。呢個時候透過一啲係傳媒咧，係能夠俾我哋一個巨大嘅領導嘅力量。嗱，所以從一個真相到民眾嘅壓力，以至到係一個嘅領導一啲嘅社會嘅運動咧，傳媒或者數碼廣播咧，喺呢一個時刻咧係特別重要嘅。而數碼廣播亦都係喺呢方面咧，係正係能夠咧係替代到而家我哋主流傳媒嘅不足。我哋唔能夠寄望咧香港電台啊，呢個所謂呢個咩公共嘅空間嘅力量，呢個係假話嚟嘅，係做唔到噶啦。基本上就裏應外合，外合咧就係話來自香港政府嘅力量咧，已經將佢揸到乾。而裏應咧，其實內部嘅公務員呢啲嘅保守嘅力量，再加埋一啲嘅出去領導層入邊。我最近睇一本書叫《中共在香港》，下冊方關生出咗啦，第448頁入邊講到點解而家連至心都容納唔到咧咁。咁我又發覺咧，其實
4兩啊，一品紙有4兩啊嘛。其實而家嘅情形咧，就係、有一個當年喺香港大學嘅國粹派嘅人打緊色嘅，咁呢個就係當年國粹派嘅人物，就係、呢個戴建文，咁佢就係呢個嘅國士學會連續3屆嘅主席，喺當年連續3屆主席就係四人幫，到4人幫之後嘅年代都係佢做㗎，都係佢臨裝，咁你就好難能夠令人係即係聯想嘅就係話根本呢個就係因為裏應外合嘅一個中共嘅力量咧，係喺度咧殘害緊咧呢個港台。咁所以我仲對港台有咩寄望咧？每日嘅港台都係溫溫吞吞，問下你到底你有咩嘅意見你嘅意見究竟有咩根據有咩證據諸如此類。你問得多都煩，根本上就係玩緊一個嘅各打50大板嘅一個嘅遊戲。你睇下商台，日日都係晴朗嘅一天出發，日日唔好晴朗喎，大家唔好意思喎，係嘛？呢個陰霾嘅密佈喺7·1之後，根本個情勢咧嘅發展咧，令到我十分之擔心咧，根本咧就係中共治港，係嘛？一個沒有兩制嘅一國兩制，咁呢個咁嘅情底下咧，係十分之令人擔心。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撐呢個數碼廣播咧，其實係撐緊香港，就係撐緊我哋自己。咁所以今次嘅事件咧，係用一個特別嘅醜陋嘅形式出現，係都用一個掩蓋，用一個所謂係公司內部糾紛嘅形式出現，其實係只不過咧係掩蓋住咧呢一個更加大嘅一個嘅陰謀喺後邊，就係話係唔容許一個真真正正嘅香港人嘅一邊，係俾大家一啲嘅真相，俾大家俾政府一啲嘅壓力。同埋俾大家一個力量咧，係可以通過一個社會運動咧，係去撐香港，撐真真正正嘅一國兩制。所以我希望今日咧，只不過係一個嘅開始，即使仲有1個月就話係一個嘅倒閉，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如果係一個所謂倒閉，呢樣嘢正正係我哋一個嘅自治運動嘅一個嘅真正嘅開始。希望大家通過今日開始咧，係更加係可擦亮眼睛咧，喺嚟緊呢一場嘅運動咧，係更加全面咁去投入嘅。多謝大家。廢話唔多講啊，其實講好簡單嘅有幾件事。第一，黃楚標話幾個月就話因為經營不善啊，乜唔肯注資。你唔好講電台電視，你講免費報紙。免費報紙最賺錢嗰份都有得22個月收支平衡嘅，你同我講幾個月就諗住唔咯？你黃楚標你講乜嘢啊？你當啲人養資㗎？都市日報最揾錢㗎啦，已經係22個月。你依家你 DBC 個電台嘅呢個係，你依家你諗住幾個月就我話唔玩啊？有冇搞錯啊？你當啲人傻嘅，佢呃人嘅真係。第二，你話嗰個香港政府有冇責任？香港政府依家就擺明咧就同黃楚標幾人合作㗎啦。你諗下，你呢件事有人違反投資承諾，黃楚標、李國寶、李國章、黃之恩4個人違反投資承諾。你廣管局話呢單嘢係私人糾紛，你講啊？你以往你睇下政府嗰時以前點樣對商台咧？2004年嗰時話商台注唔夠錢。廣管局已經寫上嚟嘈啦，已經。我係商台啊嗰時，佢依家你點會呢啲咁嘅選擇性執法咧？你見到香港政府係幾咁賤格嘅啫，即係呢啲係大家都明眼人睇得到嘅。第三，點解 DBC 呢件事咁重要咧？嗱，我自己係純粹就完全係聽眾嚟嘅，喂。我如果正常嚟講咧，我依家呢個場合就做龍友嘅。就唔會出嚟講嘢嘅，但係點解我依次出嚟講嘢咧？就係 DBC 冧，跟住國民教育冧，跟住下一個就係 DBC 封埋之後咧，冇 Internet 冧啊！嗱 Internet 冧埋，跟住佢封晒所有傳媒之後就過23條啦。呢個陰謀好清楚啊！
中國喺 DBC 一咁，邊個同你反23條啊？電子傳媒，你睇下依家嗰啲咁嘅電子傳媒啲新聞啊！你前線啲記者幾有心都冇用啊！你後面咩老細嚟㗎？無線原照係咩老細嚟㗎？亞視唔使講啦，跟住你睇下嗰啲香港嗰啲電子傳媒嗰啲採訪主任啊、高層嗰啲，幾多有同中聯辦食飯啊？你今日都冇人嚟啊！係啊，今日 media 都冇人嚟，今日 media 係啊，冇點解 media 冇人嚟啊？係咪先？media 冇人好簡單啫嘛！傾晒偈啊！傾晒偈啊！前線記者上嚟冇用，講真，因為後面嗰班友仔佢冇都係中聯辦啲狗嚟嘅，講難聽啲，冇新聞道德嘅呢啲友仔。呢幾個因素夾埋之後，所以點解 DBC 係最重要一個前線嘅平台？因為你 DBC 禁咗，你跟住就網絡23條嗰啲嚟㗎啦，又嚟㗎啦。你唔好以為好過癮啊！網絡23條可以睇到嘅係，如果今次立法會選舉保皇黨大勝，網絡23條就會翻山。網絡311年過咗咧就網台冇啦，跟住同佢續咗金㗎，同佢續咗金牌㗎。所以大家要記住一樣嘢，呢個 DBC 點解係第一要問黃國標，你肯唔肯賣股份俾公眾？唔係賣把股份俾大班嗰啲咁簡單，你肯唔肯賣出去先？你唔好講啲唔 make sense 嘅理由，特別你深圳咁多地皮，係咪先？係咪因為啲地皮嘅益而搞到點啊？你玩嘢啫，我個有合理懷疑喎，講真。第二隻你問李國寶，即係李國章嗰啲算啦，李國章反而係狼啲人嚟嘅，已經係好清楚啊！李國寶，你依家想點先？呢樣嘢佢要講清楚啊！呢樣嘢大佬，即係你係咪為咗自己銀行大照就可以乜都得嘅先？唔可以噶嘛！呢個世界係咪啊？跟住去到呢一點，跟住就係你 DBC 如果咁樣向民執笠嘅話，你而家想點先？班人即係呢啲叫賣港行為嘅呢啲。跟住23條講過咗之後咧，跟住梁振英想點賣港就點賣港噶。大家要記住，梁振英係石敬瑭特首嚟㗎，佢係後進石敬瑭嗰啲咁嘅人嚟㗎，即係為咗報答扶佢上台嗰啲友仔，佢係乜都做得出嘅。增界東北嘅規劃啊，香港人嘅民主自由嗰啲全部唔關人事㗎，嗰啲要講，即係佢，因為佢完全就係點啊？石敬瑭叫兒皇帝都得啊！佢同石敬瑭有乜分別？我睇唔到咩分別喎。或者滿洲國個愛新覺羅溥儀啊，都係嗰啲咁嘅人㗎，大家都睇到嘅呢樣嘢。所以呢件事撐 DBC 唔係話想撐 DBC 到獨立媒體到呢個學民思潮，後面咧陣間我哋撐呢個簽完名，記得去後面學民思潮撐佢哋班僆仔。簽咗啦，簽咗，同埋睇住差我啊！佢差我會騷擾嗰班僆仔啊！而家唔敢啦，依家唔敢啊！你其他街站大家要睇住啊！一條戰線嚟㗎，呢個係統一戰線嚟㗎。好，皇上嚟咗，叫皇上翻啲去。嗱，今日咧，我哋本來有活動嘅，咁啊順便喺度啦，毓民喺度啦，我喺度啦，梁錦祥喺度啦，台長喺度啦，咁啊毓民就其實係廣播界名嘴，咁但係佢俾人封咪，封到上網台，咁啊封到上網台咧，跟住衍生咗梁錦祥，跟住衍生咗個黃洋達，咁今日咧網台界三大巨頭咧，就除咗阿蕭若元之外咧，就喺齊度噶啦，咁我哋咧網台界咧就一齊撐DBC OK。嗱，我嚟咧就冇咩論點講嘅，因為嗰件事咧就好 Q 清晰㗎啦。政治打下一句講晒就咁簡單，點解要搞佢啫？就日日喺度鬧梁振英啫嘛。我都上去 DBC 鬧過梁振英幾次㗎，雖然 DBC 有幾個節目主持成日鬧我，但唔緊要，我上到又鬧翻佢，跟住又鬧翻梁振英，大家鬧嚟鬧去，咁咪傳媒啦係咪？咁又啱㗎嘛。咁但係鬧得多，咁我又爆到尾啦。件事就咁簡單嘅啫，冇咩好分析嘅。咁跟住又話你經營不善，啱啱開波啫，你發神經咁咩經營不善啫？係咪？咁啊當然。經營是唔是啊？睇 Q 爺你啦嚇，呢啲好難講而家。咁但係咧，而家未成定局，我淨係嚟咧，今日咧嚟撐場咧，我就講個局面。呢壇嘢咧，擺明就係政治打壓，係咪？好打傳媒，但係你睇下周遭四周，部部嗰啲相機啊、手機啊，全部都係網友聽眾嘅，傳媒去咗邊度啊？傳媒點樣處理呢件事啊？徹底冷處理。跟住我嗰日朝頭早聽搭的士啊，朝頭早開街站搭的士聽港台嗰個節目，跟 BQ 佢做噶。而家朝頭早烽煙都唔知 BQ 佢做嘅個節目，打電話上去嗰啲全部都五毛嚟嘅。你而家乜嘢電台啊？
你唔單止係留言板討論區都有5毛，烽煙嗰啲節目都有5毛嗰啲嚟標晒譜嘅。嗱呢壇嘢咧就撐硬嘅話俾你聽。我嗰日咧就上網見到呢個咁樣嘅環城居民關注組，就搞咗個簽名運動，就係西洋菜街就喺呢度搞。咁啊幾兜友整兩條易拉架，咁啊件事好感動嘅我，因為最初就係由一個聽眾開始發起嘅，跟住開始有個關注組出嚟，係啊，阿媽開始搞嘅。咁我就唔忍心睇佢哋孤軍作戰。嗱而家咧就所有政黨咧都唔嚟出聲。因為咧，一來又驚人哋話抽水，二來可能又忙於選舉冇時間。但係咧，嗱講搭馬咧，我黃洋打九龍咧，喺九龍東就最 Q 搭馬噶啦。我就睇唔過眼你孤軍作戰，所以我今日吹行馬嚟㗎，大佬。但係呢度咧，只不過我成棚兄弟咧嘅1/10嚟嘅啫，話俾你聽。20分之一啊！所以我就唔會再俾你一條友咧喺個街度收集簽名。今日我嚟撐完場，我話俾你聽，呢個撐 TBC 簽名運動由聽日開始，成個九龍遍地開花。你全部唔報道，我就偏要同你炒起佢。我周街都係撐 TBC 簽名運動，我打到唔到你唔到。好啦，咁啊，做乜講啦佢？嗱，我同大班咧就有一段時間冇乜偈傾嘅，因為啲人話佢係煲呔針。但係呢個 DBC 開台之後，我就去做咗幾日節目。有一次去美國探仔，我晨咁早就去呢個。即係佢嗰度好遠嘅大佬，係嘛？佢好揀唔揀就揀喺小超人嗰度，係嘛？咁我都去做。嗱，今時今日發生嘅事，即使有唔同意見嘅人，或者政治路線唔一樣都好，呢個係關乎香港嘅言論自由嘅大是大非嘅問題，冇得唔撐。我係第一個喺我節目裏邊話要撐大班、撐 DBC、撐香港嘅言論自由，但係。而家都有個運動就瓜嘅，叫做撐港台。你撐咩港台咧？請問，嗰個係一個政府出錢，廣播處長係政務官，跟住而家嗰啲副處長，其他嗰啲所有啲高級公務員，全部為咗份工嘅。包括最近謝志峰，我去拍一個，即係香港電台要拍一個30秒，每一個候選人錄一個30秒嘅廣告，錄一個30秒嘅廣告。我話制衡港共政權，佢話唔出得，因為梁振英話自己唔係共產黨，我哋仆街啦你！港共政權點解唔出得啊？我哋謝志峰係咪食錯藥啊？係咪？我話而家你係錄播，你唔俾我出港共政權，到你香港電台做呢個選舉論壇直播嘅時候，我一定同全香港市民講，謝志峰唔准我講抗衡港共政權。跟住佢發晒傳聞，跟住隔咗半個鐘頭，佢個台長張國良打俾我，用文我認為港共政權冇問題，你可以繼續錄，係咪咁撲街啦？你話係咪先？呢啲就叫香港電台啦嘛，係咪？咪做咩炒咗吳志森咧？所以呢個台係唔撐得過嘅，係咪啊？我哋撐言論自由，我哋要撐民間嘅聲音。DBC 係民間嘅電台啊嘛，啱唔啱啊？有啲人話你大班屎忽痕，揾班有錢佬又全國政協去投資呢個電台，你預咗有今日㗎啦。喂，大佬，呢種講法有問題嘅。我揾投資者，我揾有水嘅，係嘛？但係個編輯方針係我自己控制㗎嘛，啱唔啱啊？所以佢哋而家褪軚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因為梁振英呢個契弟，係嘛？所以我哋晨早已經係要針對共產黨嘅啦，一開始就3月25號佢當選之後，我3000幾人係殺去中聯辦，要打倒港共政權啊嘛！如果大家唔搞清楚呢個方向，今時今日香港人要鬥爭嘅對象就係由共產黨所戾奪嘅港共政權同埋港共政權嘅走狗啊嘛！我
琴日喺個選舉論壇裏邊，我都只係見到成班婆娘都費事上頭㗎啦。冚家產有個叫做蔣麗雲，佢話咧，佢忽然間啦，佢自己到佢問問題問阿黃義謙嘅時候，佢喺度夾埋。佢話阿黃義謙，我想問下你啦，啲人而家又話罷課，啲後生仔係出嚟示威，係嘛？咁我哋家長啊同我講，佢話咧啲而家細路中意打機，日日喺度打機，咁我叫佢唔好打機，佢話佢罷課，哇！此風不可長啊咁啊！跟住我上頭鬧咗佢3分半鐘，大家聽到啦係咪？我話你去鬧啲細路仔，學民思潮就係我哋香港人嘅希望嘅。3分半鐘 KO 佢，係嘛？大家睇上網睇到啦，3分半鐘就叫佢翻屋企食屎，係嘛？跟住落嚟嘅論壇，我哋會繼續收你啲保皇黨，仲有就係偽民主派喺我立場，你同唔同意都好。民主黨同民協呢啲所謂民主派 DBC 而家面臨清盤，即係還聲於民，俾人哋封聲，有冇出過聲啊？民主黨有冇講過嘢啊？公民黨有冇講過嘢啊？民協有冇講過嘢啊？大家咪有眼睇咯，啱唔啱啊？係咪先？所以大家都係選舉計算，係嘛？今時今日我同阿達嚟，我哋冇標誌㗎，冇咩九龍西8號、九龍東8號冇㗎，係嘛？台長佢原公民啫，呢件衫啫，我哋唔係嚟抽水嘅 ，OK， 係嘛？我係嚟撐 DBC， 撐大班，撐所有今日參加呢一個集會嘅朋友，撐自己。大班真係好凄涼嘅，講，即係我哋成日講兩個名嘴，一個住山頂，一個喺呢條街度賣牛肉麵。係嘛？我哋俾人封威之後，嗰個住山頂加3個單位，發達記，係嘛？往來無白丁，全部都有錢佬。一個咧就喺個街邊度賣麵，但係大班雖然係上流社會，但係佢一直以來都係好關心基層嘅，呢個係我哋必須要承認，係嘛？關心弱勢，所以佢嘅生活圈子雖然同我唔一樣。但係去到呢啲大是大非嘅問題嘅時候，大家就唔使講嘅，係咪？所以今時今日呢個運動其實都係好艱難嘅，因為而家香港嘅處境大家睇到，睇下即係 Q 仔寫嗰篇文你就知道㗎啦。而家個處境真係好艱難，而家共產黨幾乎係全面控制香港，係咪？各個層面就好似我哋啲候選人去貼海報。大佬，啲街市又好，所有嘅地方，我哋一貼上去，跟住就有人搣，跟住就貼佢嗰啲。佢而家有3種部隊，一種係貼海報嘅，一種係撕海報嘅，另外一種冚家產就係投訴我哋啲海報畫得唔啱嘅。喂，老實講，你點同佢鬥咧？佢大把錢。呢個區其中一個候選人被選人，中聯辦幫佢派咗100幾萬米。九龍東有一個中聯辦欽點嘅，又係派咗100幾萬嘅，你點同佢選？所以對於呢啲電台，好簡單一個道理，逢係港共或者梁振英要打壓嘅，我哋就撐。呢個邏輯係好簡單嘅，唔使諗啊！唔使再講係咩經營不善，頭先黃世澤都講得啱啊！咁你22個月啦，人哋都電台啊，起碼3年啦，你老味係咪？咁快想賺錢係咪啊？所以我哋而家別無選擇，各位朋友，只有抗爭，係咪啊？你聽得好過癮，但係真係幫手，係嘛？幫手，大家對呢個言論自由，其實香港真係最後嘅防線嚟嘅。今時今日，我哋呢班人仲可以坐喺度大聲疾呼，甚至乎嗌交都仲得。但係有朝一日，只有一種聲音問你驚未？係嘛？所以我哋希望大家撐大班、撐 DBC， 即係撐自己，好嘛？多謝。下一個，講啲咩嚟㗎？各位 DBC 嘅聽眾，你哋好，中唔中意聽龍門陣？中唔中意聽大班？
中意聽中文？點解冇得聽？打眼啊嘛！嗱呢度啦，我要講少少私人嘢，俾少少時間我。坐喺我身邊呢位咧，Q 仔咧，係我嘅啟蒙老師。當年咧，我係睇佢喺年青人周冠專欄大嘅。嗰陣時我識佢嘅時候咧，仲係頭髮黑嘅，依家頭髮白啦。好解，經歷咗咁多年，我哋仲要喺個戰線上邊鬥爭，點解？點解要花咁多年？點解到而家香港仲冇普選？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嘅言論自由越嚟越少。我哋天生一副硬骨頭，我唔中意錦上添花，我淨係中意雪中送炭。所以大班風光嘅時候，我冇乜點講嘢。但係今日我就喺呢度同你講，一定要撐大班。有一樣嘢我夠資格講，因為我同大家打過好多次工。大班係一個有良心嘅僱主。點解到今日 TVC 嘅同事收完遣散費都仲有一種同大班開工？點解今日落嚟度？就因為大班係一個好老闆。第二樣嘢係，我可以證明大班係經營得善，唔係經營不善。講翻工嘅嘢，頭先我問你點解冇咗龍門陣，原因就好簡單，因為咁好聽嘅節目就係唔俾你香港人聽。我用而家最賣座嗰套戲講，你聽過之後就翻唔到轉頭㗎啦。所以你哋而家聽好節目，只有兩個途徑。第一樣嘢聽網台，第二樣嘢係聽 TVC， 其他乜台，全部都垃圾。多謝。咁啊，呢個時候我都知好多老友都想發言，好唔好？有啲朋友出嚟講下嘢，好唔好？啊，我都知好多朋友想撐我哋 TVC。唔該晒。我想問一問，有邊位尋日朝有聽家父同埋旭華兄嘅節目？尋日朝有。小弟正是尋日嘅嘉賓之一，林鴻達天馬之星。我好想去證明一樣嘢，尋日去到電台，我哋仲見到班同事係非常之落力嘅繼續去工作，呢個係事實，我係親眼睇到嘅，亦即係話一樣嘢，正足以證明，其實而家 TVC 上上下下應該仲係非常之齊心，嗰度火係繼續喺度嘅，我亦都好相信呢一個，亦都正正就係大家全香港市民應該去支持 TVC 繼續落去，大家話啱唔啱啊？我想去問，喺星期四之前，有幾多市民知道個巴士總站係要拆㗎？唔係好多啫喎。民建聯我知喎，民建聯。唔係好多。我想講一講過去呢4年半我哋天馬之星嘅一個抗爭嘅經歷。點解咁少人舉手呢？原因一樣嘢，過去嘅傳媒刻意嘅低調處理。我哋講緊見報率，唔係博曝光，我哋係博件事要去俾市民知道。5年嚟，我哋得廿幾篇報道，包括事件嘅報道同一啲軟性嘅專題報道，得廿幾篇，多定少啊？我想問喬仔。更加之可笑嘅，如果講到傳媒嘅揸 fit 人，我想講個笑話俾大家聽。我哋喺 TVB 嘅新聞節目嘅報導，過去5年嚟出過3次咁大把。一次係2009年8月2號，
一次係2010年嘅12月22號，第三次就係星期三晚11點半新聞。但我講個笑話俾你哋聽，第一個報導採訪我哋嘅記者，如果我冇記錯，佢個名叫鄭傑文，轉頭唔見咗啦，去咗邊呢？我最近半年啲，大概呢一年，我見到佢喺《東方日報》。第二個記者2010年12月22號採訪我哋，遞交超過13000份反對意見書上去特首辦。轉頭嗰位記者去咗邊呢？調上北京，仲要俾人打，呢個叫鄭思婷。第三樣嘢，講緊傳媒嘅刻意低調，我唔知點解，我亦都唔想去推測。但有一樣嘢，當星期三晚政府公布咗個消息之後，撤回拆陣計劃之後，當然好多傳媒都會爭相去同我哋做採訪、做報導。呢個我哋亦都係要去點都要多謝，起碼最後呢個結果嘅消息都出到街。但我好想去講一個嘅笑話，係事實嚟嘅。呢個笑話就係尋日我同埋副主席阿 Leo 一齊就上咗去 BBC 接受阿郁華兄同埋阿家父嘅訪問。但之前嘅一日，星期五朝早，喺港台梁家榮，佢原本約我哋主席阿 Leslie 9點鐘約佢係做訪問，但結果係押後到9點54分先打俾佢。講完嗰幾分鐘之後，呢啲係乜嘢傳媒？但回顧翻以前森哥喺港台嘅時候，最少安排咗4次自由風，有半個鐘至1個鐘嘅時間俾我哋去講嘢，同埋同聽眾去溝通。我想問呢啲係代表住啲乜嘢？如果再回顧翻政府過去過咁多年，佢嗰個嘅打壓，佢嗰個低調，但講緊郁華兄，佢星期5朝早同樣地嘅，佢親自同我講 ，Jackie 不如禮拜6俾你做個訪問好唔好？我二話不說，我講一句說話，電話就唔好啦，我哋要親自過嚟，橫掂都係直頭過嚟撐你好唔好？佢話一樣嘢就咁決定，呢一樣嘢。坦白講，我同另外一位嘅嘉賓，我哋住得好遠，我哋喺新界出嚟，我尋日朝6點鐘未夠要起身，但我會覺得呢一個去行動係去回應阿郁華兄，甚至乎係用回應郁華兄或者係 BBC 過去一直對我哋喺背後一種默默嘅支持。如果針對翻今次呢一件事，正如剛才阿 Q 仔最近嘅世澤興話事解一樣嘢。報紙都寫咗出嚟啦，黃楚標佢話冇話唔買嘛，係咪？好簡單，唔好講話我哋賣氣佢住，好簡單一個邏輯。你話買嘛，開個我就用大陸人嗰種模式，既然黃楚標係喺大陸做生意，開個價嚟啦，啱唔啱啊？你夠膽你就開1000萬，你夠膽開1億，夠膽開10億。我相信全香港就同你賭一鋪，你開個價嚟得啦，你唔開嘅，好簡單，點解唔開啊？我就用翻法律角度嘅一樣嘢，叫做 mens rea， 犯案動機。我去質疑你一樣嘢，你係咪有個動機？因為政治考慮，所以你呢頭賣但又唔開價，呢一樣嘢，我覺得要好清清楚楚去同全香港市民去話俾你聽，要全部人去問佢，到底你賣定唔賣，好唔好？有冇啲朋友想發言撐下 BBC 啊？